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16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1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的同工。什么是好的同工？需要我们好好的反省去想。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又说，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因为义人不需要悔改，只有犯罪的人才需要悔改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31到32节，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，其实就是在讲救恩。他来就是要给救恩，他来要建立教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，却不是照耶稣基督所说的提供医治、提供人悔改的机会。雅各书所写的这个对象，这些人他们基本上不是照顾需要的人的教会，或是这些同工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雅各书的对象基本上这些人都不是上帝救恩的好同工。根据雅各书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是尊富齐贫，他们尊敬有钱的人，却歧视这个穷人。雅各就警告这些教会的同工，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富有的基督徒。雅各说的话非常的锋利，他说：你们要为那就要临到的灾难痛哭哀嚎，你们财富丧失了，衣服给虫蛀了，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，这锈要作为控告你们的证据，又像火一样吞灭你们的身体。在这世界的末期，你们只知道积蓄财物，你们剥削在田里替你们做工的工人，克扣他们的工钱，他们在控诉你们呢。那些收割的工人喊冤的声音，已经进到了主万军的统帅耳朵了。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，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，等待屠宰的日子。你们定无辜者的罪，杀害了他们，他们并没有抵抗。这个就是雅各在看的这一些教会的同工，他们没有好的见证，他们的生活有问题，就如同耶稣基督也曾经批评当时候的文士，他说：你们要防备文士，这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民说的。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在会堂里面坐高位，在宴席上做首席坐坐。他们侵吞这个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这些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。
这是路加福音20章第45到47节的经文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也要非常小心的、谨慎的去思考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跟符合圣经的教导，成为一个好的同工。同工的意思是什么？同工的意思就是人要一起服侍，人要同心服侍，人要同一心志的爱基督，爱基督的教会，也要爱人，就像新的诫命所说的一样。特别在讲到爱邻舍的诫命上面，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教导比喻里面，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，有3个人经过这个受伤的人身边，只有那一个实际付出行动帮助人的人，才是具有爱邻舍的真生命。这样的人才是教会里的好同工，上帝福音的好同工。传道书第4章第9到12节提到了同工的概念。传道书说，2个人总比1个人好，因为2个人合作的效果更好。1个人跌倒了，另外1个人可以扶他起来。如果孤独1个人跌倒了，没有人可以扶他起来，他就倒霉了。2个人同睡，彼此都暖和；1个人独睡，怎么能够暖和呢？2个人合力可以抵抗1个人的袭击，单独抵抗就没有把握。3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。2个人或是2个人以上，可以在教会里面以基督的爱同心的服侍，互相的扶持，彼此的帮助，就能够成为教会的好同工，这样的好的关系。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，不但能够互相得利，更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，使其他的人能蒙福。基督徒的目标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就。如果是这样的追求，就会如同在追求功德一样，这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。如同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的，即便是伟大的君王，如同亚历山大、像大卫或是所罗门王，都有可能落到死亡，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况。也如同传道书第4章13节到16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可能出身贫寒而成为君王，也可能从监狱出来而登基做王，像南非曼德拉一样。经文继续说，可是如果年老的时候愚昧，不肯接受忠言，他就比不上一个穷而聪明的年轻人。我想起世上所有的人，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要起来代替旧王的统治，其实在比喻耶稣基督。一个君王可能统治无数的人民，可是他死后就没有人纪念他的功绩了，这也是空虚，这也是捕风。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要成为上帝的救恩的好同工，成为一位爱邻舍的好同工。牧师要邀请弟兄姊妹来思想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是上帝的好同工呢？